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含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读做卡。卡就是一款用粗肥烧了后做的糕，一般会当摕来煮食，嘛会当摕来做花盆。底饭的咱讲饭卡，底糜的咱讲糜卡，啊若放花咱讲花卡，嘛会当当做是卡。另外讲这个糕底物件的单位，咱讲一卡饭一卡花卡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咱读做饭卡，也就是饭糕，煮饭底米的糕。另外咱台语有一个较特别的用法，人讲食饭卡中央，意思是讲一个人唔免食鼎皮，拢是食饭卡中央的饭，代表讲伊足好命。第二个词读做花卡，也就是底花的盆，嘛人直接讲是花盆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阿明自细汉就足好命，互人学了讲伊是食饭卡中央，厝内正车花含花卡拢是黄金搁包银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卡提供予大家参考。